Hello，大家好啊！又同大家見面啦。咁前排咧，阿嚴明熙之子咧，咁啊喺個電台訪問啦，咁啊有啲爆笑嘅精華啊，又有佢自己嗰啲搞笑嘢啊，咁啊笑點同埋淚點咧就齊飛啊！咁同埋又有啲粉絲嘅心聲啦，咁啊同大家又分享下當中又發生咗啲咩事啊！歡迎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先。咁啊又同大家又跟進下。一開場嘅時候咧，都啲主持就話：喂，你好似話關於舊談嘅事咁樣啦。咁啊，阿容祖兒咧就喺度搞笑咁樣扮啊嚴明熙咁樣，其實都幾搞笑啊！即係嗰啲語氣啊、啲神情啊，都幾搞笑啊。有啲網民咧就話：哇，阿容祖兒扮到你好搞笑啊！佢扮嘢係一定攞冠軍啊！咁啊，芝芝當時咧都有少少一面無奈喎。佢仲話啊，我有做過呢啲咁嘅嘢咩？即係佢唔記得啦嚇，當時可能嚇。咁但係咧之後睇翻片段咧，咁啊即係又驚歎咁講話啊，原來我係咁樣講嘢㗎，即係有時都好搞笑啊！阿芝芝嚇。咁其實咧，阿芝芝咧就其實都唔好話收起自己嘅真性情啦，同埋佢而家越大越靚啦，即係越嚟越有星味啊！有啲人都講啊，話啊千金啊，亦都買唔到你嗰個真情流露啊。同埋每一次聽到芝芝嘅訪問呢，我都會不其然咁覺得啊，好開心啊，同埋覺得佢好真啊，同埋好幽默感咁樣啦，同埋又超搞笑啦嚇。當中嘅搞笑部分啊，梗係啲經典環節啦，就係喉嚨有啖痰又點算呢？咁啊，因為咧前排啊陳輝陽嗰個 show 度咧就唱啲慢歌啊嘛。咁啊，芝芝就話：突然間喉嚨咧有啲不速之客咁樣，即係嗰嚿痰啦，卡住咗。為咗咧就啲連貫性咧就死忍唔咳啦，即係你唱歌無端端唱到嗰段咁啊，你咳即係好搞笑啦嗰下嘢係咪啊？結果咧最尾咧就變咗咳到飛起咁樣啦，佢自己講啊。事後咧又話啲中醫朋友同佢講啊，就教佢啦，應該咧就咳咗出嚟，再吞翻落去。都好搞笑啊！其實都係喎，你唱下歌咁應該點呢？一係呢，喺半秒之中呢，要即刻嚟一個快手咁樣，即係要快啲完成咁啦。但係芝芝當時都 O 咗嘴啊，話咁樣會唔會有啲消化不良啊？其實講真啦，嗰嚿痰一落到個胃度，應該都喳聲會冇咗啦，係嘛？但係醫師呢，就淡定咁解釋俾佢聽。食嘢咧同呼吸咧係兩條通道嚟嘅喎，唔會相撞噶。咁啊，芝芝仲學識咗，原來係捏住個手腕咧，即係手腕穴位啊，有個急救咁樣嘅。下一次仲講話，哇！以後咧，如果 live 表演嘅時候咧，可以瞬間表演，話瞬間吐嚿痰出嚟，當係魔術表演睇都得，係咪真係搞笑啊？即係呢啲即係真情流露啊！即係有時即係搞笑到飛起啊！所以咧，即係有啲網民話唔怪得有一日見你唱下歌，突然間停咗幾秒，原來芝芝痰上頸啊！當晚咧，亦都有啲網民都留言，猜測啊，係咪發生啲咩事咧？咁樣。呢個都算係小插曲啊！可能大部分觀眾咧，有時都未必會發現到啊。可能當係好似一個拖拍咁樣 lay back 咁樣唱法啦，都唔出奇啊。而喺訪問當中咧，佢都有講話新歌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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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嗰個錄音嗰個情況喎。咁啊，佢話霸氣又對呢個溫柔嘅終極拉扯啦。小黑老師嘅填詞啦。咁第一版嘅時候咧，咁可能芝芝係用一個霸氣啲嘅聲線嚟唱啦，佢就係話：我唱到咁癲嘅咩？咁樣即係有啲即係聽翻啊嘛自己嚇。咁第二版咧就用一個溫柔嘅版本喎。佢自己覺得好似又唔係好夾呢首歌咁樣，因為佢輕快啊嘛嗰首音樂啊。最後咧佢就話：來回咁拉扯咧，就變咗個又霸氣又溫柔嘅混合版本咁樣啦，其實歌詞亦都暗藏咗芝芝個名啦。我之前喺芝芝呢首歌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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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有講啊，係暗藏咗芝芝個名嘅，所以小黑填詞咧係好勁啊，將個名咧融入咗喺佢首歌度啊。咁啊，例如係新世代啊，怎麼不變瘋啊？其實佢收到嘅時候咧，都對住個同事咧O咗嘴3秒咁樣啊。咁佢就係話：
之後咧就好尷尬咁笑住唱啦，唱到一半咧又忍唔住笑喎，好似啲狗仔喺度吠咁啊！即係佢咁講啊。之後咧監製 Edwin 咧就叫佢，你試下用輕聲啲咁樣演繹下首歌啊。佢話輕聲咗之後咧，連霸氣都輕埋咧，變咗拜拜定拜拜咁樣啦，都分唔清啊。咁亦都有啲粉絲又講話，喂，好厲害啊！除咗係拜拜拜之外咧，其他新歌嘅現場亦都首唱啦。亦都有啲 fans 話，哇，好開心聽到你支持又好快又出咗首新歌啦，係非常之期待啊！同埋都好期待佢唱嗰首英文版本啊，Bye Bye Bye啊！佢話應該會有一個好強層次感啦，同埋可能跳唱都有望喎，或者係有一個突破關鍵點啦。其實原來拍嗰個 MV 咧，嗰個小插曲咧，因為係咁跌。即係瞓落去嗰下嘢咧，哇！佢條頸好似即係有啲唔舒服啦咁樣啦，下次做呢啲動作都要小心啲啊！因為咧有個向後瞓低嗰個好型嗰個動作啦，Gigi 咧佢就話以為好簡單咁樣啦，點知咧個導演咧叫咗佢拍咗20次啦嚇，咁可能開頭嗰幾 take 可能都 OK 㗎。跌下整下，條頸好似硬咗，轉唔到啊，可能整到啊。佢仲話，哇，仲同條頸講拜拜啦。佢仲自爆咧，其實我諗住瞓低嗰個位咧，可能唔係喺嗰個位度啦。最後咧都瞓咗，算啦，贏就得啦。跟住啲觀眾咧，即係又心痛又好笑啦。又見到佢呢個訪問當中咧，咁啊貼咗個粒星星喺度啦。可能係咪有啲青春痘咧？係咪拍 MV 有啲好大嘅壓力咧？都會啊。同埋呢個訪問都幾搞笑啊。而嚟緊咧又拉闊音樂會啦，佢同阿衛蘭又合作啦。到時應該都幾好聽嘅啲歌嚇。佢自己講話同阿衛蘭咧個性格咧其實好似啊，好似一個孖生即係姊妹咁樣啦。佢仲講到咧，阿衛蘭咧好中意喺個電腦度 mark 低成個即係歌曲嘅流程啊，喺邊個位唞氣啊都寫埋啊。其實佢哋做啲功夫咧都做到好足嘅。就算阿 Gigi 咧平時即係啲歌詞啊。都會寫低晒邊啲位唞氣啊，邊度要轉音啊、拉音啊、扭音啊，全部都寫晒。所以咧，佢同阿衛蘭嗰個性格咧係非常之相似嘅。仲有啊，佢話試過做人哋嘉賓嘅時候咧，唔見晒成沓嘅歌詞喎，哇！真係佢話咧，從此咧就靠個腦記咯。咁有時都爭啲會唔記得噶嘛。仲話咧個腦咧，即係成個腦都係啲歌詞啊。不過有時咧就可能輕機啊。要重新啟動啊！其實可以點樣啟動啊？即係有時講啲嘢，用個腦嚟諗下啦，自己啊，跟住佢係咁樣表達啦。其實兩個咧，有時都會傾下啲瑣碎事嘅。Gigi仲講話佢屋企人咧話我哋好似啊，聽完之後咧又覺得係，連怕醜都一樣樣咁樣喎。當然啦，又有啲觀眾留言話：哇，你哋啲碌啊好靚女啊，同埋啲答案。即係又搞笑啦，表情又古靈精怪啦，同埋最主要一樣嘢係阿 Gigi 咧坦率啊，同埋可愛咯。之後咧佢又講下啲新歌嘅方向喎，可能會唱下啲感情歌啊、愛情嘅故事啊嘅歌咯。咁但係咧又講下自己嘅關係入邊咧，又被動得嚟，又要主動幾次啊，結局有啲委屈嘅收場啊，似沉船多過浪漫啦。其實佢講緊啲咩咧，我都唔係好知啊。佢扁嘴咁話，我都唔知點解會咁啊。總之8月29日嗰個拉闊音樂會咧，大家咧就睇下我點樣沉落去啦。可能就係講緊呢一單嘢啦嚇。佢仲自嘲話，可能我唱完之後咧，有啲 fans 咧會叫我嫌委屈，總之好好笑。有啲 fans 咧仲即係溫暖咁回應啦。千里黃雲咧就白日昏。北風吹雁就雪紛紛，莫愁前路啊無知己啊，天下無人啊不識君。當你重新出發時，大家都會支持你咁樣啊！哇，啲網民啲對聯都幾勁啊！總之就越嚟越好啦，同埋Gigi都越嚟越靚啊，同埋總之就加油同埋享受個舞台啦 ，all the best。不過咧嚟緊8月29日咧係拉闊音樂會喎。
應該都全城期待啊！同埋支持咧都預告咧自己會有跳唱嘅環節，我諗都係Bye Bye Bye呢首歌會有個跳舞版本嘅。同埋咧佢同阿衛蘭合作咧，其實都因為之前都有去過阿衛蘭演唱會，都唱過啲歌啊，即係俾我感覺當然係非常之好聽啦。其實佢同阿衛蘭咧係火花四濺嘅合作咯。佢話咧每一次 live 咧其實都係一個新嘅挑戰。上一次即係陳輝陽嗰個演唱會就有談啦，下一次可能會甩鞋，下一次咧又可能忘記歌詞都唔定嘅喎。但係佢話咁先係精髓啊嘛，係咪有時都幾搞笑啊講啲嘢？但係有啲留言咧都話哇非常之期待8月29日嗰個拉闊音樂會啊！淨係聽芝治講少少啊，都已經好精彩啦。同埋咧嗰兩位主持啊訪問芝治啊嗰個過程咧都好搞笑咯。同埋最重要咧就係芝治嗰個談吐啊、表情啊、反應啊都好吸引喎，自然流露係非常之有魅力啦。好啦，聽完芝治咁多爆笑嘅事蹟啦，又睇埋啲觀眾嘅瘋狂留言啦，我哋咧係時候同呢位天然呆嘅炎后講聲拜拜啦。不過咧呢個拜拜咧唔係 goodbye 喎，而係拜拜拜喎，迎接更強大嘅自己啦。阿芝治話齋，每次 live 咧都係新嘅挑戰啊！今次有談，下次就可能甩鞋啊，忘記歌詞，但係咁先係精髓啊嘛！我哋咧就係中意佢呢一種笑住面對所有甩碌嘅態度啊！連拍 MV 啊，瞓到條頸硬晒啊，都照樣自嘲。仲要提醒大家咧，記住要拉筋先好跳唱啊！當然咧就唔好忘記啊，8月29日呢個拉闊音樂會啊！到時咧，芝治啊，第一次公開跳唱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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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喎，仲要話委屈沉船啊，新歌首唱，同阿衛蘭嘅火花，保證咧可能笑爆全場啊！最後咧，又代芝治多謝每一位 fans 嘅留言啊，因為咧好多都話，越睇越靚啊，獨特美啊，天下無不識君嘅溫暖打氣啊！最後咧，又要多謝佢永遠支持佢，一來唔做作啦，嘅真性情啦。呢一樣嘢咧，真係千金都買唔到啊！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啦，下一次又同大家講下其他歌手啦。好，係咁先，拜拜。